最近你嚟沖繩嘅話，呢一間恩納海景民宿你絕對要收藏。60秒沖繩民宿開箱，想沖去青之洞窟潛水，2分鐘車程直接到達。浮潛、體驗潛水、瞓帶、自由潛水呢啲活動呢，住客優先 book 位。今次我哋住嘅豪華雙人床，空間超大超闊，自帶嘅獨立廚房可以煮宵夜。日落躺平嘆180度海景，樓下仲有超靚咖啡，可以食到沖繩特有嘅苦瓜披薩。沖繩一定要食嘅阿古豬就喺民宿步行距離已經有啦，踩住獨家租用單車去森林冒險見恩納玩飛索都只係需要2分鐘。民宿喺沖繩中部最出名嘅度假勝地恩納，無論係去青洞、琉球村，定係想去殘波岬行沙灘睇日落，都只係需要幾分鐘車程。附近仲有好多體驗吹玻璃嘅工作坊，夜晚上飲翻杯呢，去美國村食炸雞 burger， 車程都只係需要20分鐘。連一般人覺得好遠嘅美麗海水族館揸車都只係需要50分鐘，順便仲可以去埋萬座毛。北部、中部景點一次過擁有，嚟沖繩嘅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啦！